人讲两件事情做唔得 contact you， 一个是日条，一个就是西蒙。殡仪馆礼厅的规费都是公开的，上网都可以查得到。公司只是帮忙代收，还是会转给殡仪馆。如果说要乙级厅的话，费用就一定是这样。那丙级厅的话，日条看到嘞，还是要看礼厅是不是为马逼。拜亲人一般是不建议拜成串的水果，是怕不好的事情成串来。哦，王婆婆喜欢吃葡萄啊，那让王婆婆吃啊，我们把它剪成一颗一颗的就可以了。西蒙看到嘞，唔但抢水果，连心肝也唔到底麻痹体嘞。或许有些话不需要说明，这一次准许你不告而别，放心去旅行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，也不再有悲伤。假使爱上伊，爱会点点看天堂。假使你相爱，手都爱梦都发伤。我的微笑是你喜欢的模样，我会尽量勇敢的一如往常。时间的网留住了美好过往，终究会翻越心里的那一道墙。哇，你只会看哦，帮忙啊！打电话叫人来修，吃乖乖。哦。无啦，你这个高兴呢？那时上我就涨啊，打出一点念。还可以有很人来涨啊，如果其他都当像你无限。罗小皮，竟然做暗道呢？无强用哦。早起个窗来送你要靠福利，还有看你的钱啊，分期付款不晚。懂啊。小安啊，麦笑，你们两个如果有空就去看一下桂义啊。他还没好啊。哎，好不了啊，心病没药医啊。麦笑，尤其是你啊，只有你可以帮他。你们应该知道我是为了他好才躲着他的吧？他也不想让你去伤害别人啊。像我也有很多同志朋友，他们为了应付家人，所以呢就去娶越南妹、大陆妹，一个要钱，一个要小孩，各取所需嘛。哎呀，破坏我妈的名誉啊！我跟我妈讲，死定嘞！哎呀，你学江晨跟哎呀你啊？对啊。哎，李总，你妈就
就是你妈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妈的小孩就是你哦。不然嘞，哎呀，这什么口气？我跟你讲，上次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的人已经消失了很久，出来单挑，敢不敢？敢跟我讲单挑的， 3战2胜，敢不敢？死掉了。 Help 3战2胜哦！投降输一半哦，同意，同意。来呀！好，我等你啊，快！你还是会出来啊？苦中作乐啊。迄么，你两位喏，遐着规年当顶来，我会听，迄就听分下就看啦。懂啊，你听就好。两位，我人心情唔好。就 SOP 标准作业，一切照程序规矩来，有没有好吗？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要先接小孩，因为太晚，平常都是我老婆在接的，那我都在跑车，现在没有人帮忙，我不能让我丈母娘知道。好，先接小孩，我等下再过来，好不好？那个，我现在不能让小朋友知道，干嘛发生这种事情？你们可以帮我想办法吗？把我骗了，我不能让小朋友知道。接小孩。先生，拜托，确定真的不让我小朋友知道，干嘛会变成这样子？好，我先接小孩，好。这一次感觉很难处理，他好像都不敢讲。我先去看一下会议哦。哎，你等一下还会回来吗？会啊。你不觉得他看起来很惨？哪一个家属看起来不惨啊？不是都一样吗？一开始先不相信，然后生气愤怒，你为什么要丢下我？再来难过沮丧，怎么可以丢下我？最后还不是要接受？陈贵，你还很勇的啦！我想无出来，你做咩呢？我唔知要不安尼啊，就快人其实啊，我真挺好啊。我去喊得唔强哦，耳朵唔错嘅你。大家我是帮你错，帮你唔错诶，我是别搞了。陈贵，我还蛮羡慕你的。羡慕乜嘅？我都唔錯嘅嘢啊！唔係啦，你看我東江哦，為了一個新娘，等你做強嘅衫，下茶咯，英文咯，都沒有病痛了，在這裡好好的休息。迄基督教、佛教、書中也係開宗。聽見賢淑閃閃，啊，很強啊，很老。我要誒，我都唔係邊捱嘅，唔知點解捱嘅好平啊！
我是罗小恩，你好。学长，怎么了？是刘杰老师请你打给我的吗？你在干嘛？我在打拳。哎呀，你还会打拳啊，这么厉害！那我以后叫你 Rocky 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你以后要保护妹妹，像保护公主一样，知道吗？知道。那爸爸待会要跟阿姨去谈事情哦，所以你们乖乖在这边，等爸爸结束之后，再带你们回去吃饭，好吗？那妈妈什么时候才来接我们？哦，妈妈今天会很忙哎，所以应该是爸爸接你们回去。干嘛？写完了是不是？要不要来练拳？好。来。哦，哎呀，好厉害！哇！这里面有死亡证明书，还有相关手续申请的文件，你先收好。实际的花费可以依需要来调整，我这边会再帮你问问看有没有其他的补助。你也可以问问看里长是不是符合中低收入户，政府也会有一些补助。那给土葬嘛，要不是入土为安。土葬的花费就会比较高了，即使有公墓地，6年之后还是要捡骨入塔，会多一层费用。你要不要再想想看？我明天再过来。先跟家里长辈讨论一下。跟阿叔说拜拜。拜拜。去找妈咪吗？爸比为什么你约他来？妈咪要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吗2个小朋友还是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我该说的都说了，还是死要面子。真搞不好他想。春天嘅熱頭髮，熱頭髮，記得是紅茶，塗顏熬上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那是怎样啊？要多久才来修啊？生意都不用做了就是了。行行，谈到无？跑去哪里啊？哎，阿胜，等一下再用，支援。支援什么？哎呀，他们是家属的小孩，烦死我！等一下跟你不要乱跑！不要被我抓到啊！我跟你讲，那个扇子很贵哦。如果你把它弄掉，我就跟你爸讲。我跟你们说，不要在这边跑，好危险！去抓出去，被我抓到，对不对？哎，每人跑走了，不要乱跑！你唔会有两个生日？那你个？给生你个喇叭，大做猪老生你不用独立啊。讲出去一下，就冇做。冇其他嘅钱呢？今晚年就冇通知，我嘛嘅唔干，因为哎呦唔负责任，冇担当嘅男人啊，实在。罗孝贤，爱弟，我爱讲伊天初有原因，唔系啊弟啊，本爱傾下仲得。唔系啊，还是想讲威斯卡比吗？定系呀？阿美喂，
事情太跳咧，连好色嘅点钱也无够啊！哎，张成讲掠今年乖乖哦，做嘛？直接倦怠。演了红啊！张下去今年将有4.5%，听听。俺妹弟，工作时间长，压力大，当年要面对双薪的家属，我做到久，哪有按怪啊？跟你用做的都是狗年莫照。青岛只卡去听力吧，啊无，我去食鸡吧。啊！咱用个条路讲起会生气，係咪太難呢？每一個家屬嘅狀況就無相用，唔講愛吃到自家，一像機器人用，全就冇想過會換條路。有啊，不過啊，我喜歡家屬看到我這種安定嘅模式，我係知道自家係當重要嘅，唔係影響我程度自家嘅出名樸素嘛，喺程度咧，唔就地做埋路都拉飛咧。然後天天吃這種條巴東西你食，嘛個出名嘅樸素，所以你唱你就冇按講了。没什么好害怕，没什么好鱼吧，你总算大了，你这么大了，去把聲音，咪本冇笑。啊？唔給你愛人，鱼爸，我罗小恩，招车！你急嘛？招车！哎，你，哦！不要再乱跑了！你要跑去哪里啊？哎，喂！不要到旁边了！哎 ，Rocky 啊，不可以带公主进去啊！哦，里面了，快点！快点！想顾小孩，顾全家。哎，对，他出国去玩，他很快就回来。妈咪出国了。哎，妈咪出国了，很快就回来了哈，你乖哈，来，好，我们进来哈，乖哈。没事了，乖哦。好，先休息一下哈。阮两个生日呢，都在看到阿妹，我想夹着个心情，要较悬去调试。呀妹，我有一本夹着看，小布大弟嘅錢，我喺老家屬講啊，韓國幾有冇錢？我要請多幾，就算我唔輸錢，呀，我應該請發總司。咩波呀？如果發總係第一，如果我見面很做的，不過輸了腳團體咧，你唔會不太提。條拜是不來不太啲嘅事情，我丟圖嘅天數，我證明咗的啦。再講講，你冇去輸錢。先個同意做咗的，我同意。
唔去做。好啊，安尼我看一下于妈妈，先啥找下人意。哎呦，干做的，唔是等夹巴中落去。我讲摕刀嘛，股票生意用是还唔低呢。阿爸也唔伫稳用的上，先处理也无嘛介唔好啊。然后阿妹去菜地收不好了，不论对阿爸还是对离开个阿妹，全就会正面个。再搁讲，通来讲，我相信对生意会好个。你看啊，阿爸唔见摕，阿妹好点点的也少摕。阮家着先了解阿妹个状况，也无嘛介唔好啊。总比硬伤较痒。唔看目睭，我相信正经有天分。又唔是老家就输钱，又做在本目睭做几好做嘅事，安养啊，散养啊。我完事情懂懂哎，等一下还有家属会见面，还有他会看，迄个夹巴中了，哎呦，会讲啊，红了这里怎么说？有种神才，我也才啊，目睭也飞地了啊。我着种下就做得处理，唔好去想寒门发生的事情，好冇？先哥，来看过咧，现在来做清扫要6、7点钟，那你下周我的事情就付唔到。好啊，我老唔天数，你去忙。都晓诶，拜托，挑那么实时啊，8条钟，强强要抢贵重要。先讲安尼，你准备下。哦。喂，阿妹，呀，俺不要有事情，哎，父母都去医院咧，哦，拢来同先生讲一声，好。春天跟一条发，一条发，起来是红茶，土眼后山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除了冰柜、化妆间，整间公司快要烧起来了。修个冷气有那么难吗？有那么难吗？妈了个逼逼蛋，你到底来不来啊？老大，不好意思啊，2个小朋友先借我放一下好不好？哎呀，因为我今天事情都没有做啊，如果我都没有做的话，那个也是你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放心啊，2个小朋友都睡着了，很乖的，不会吵你，你只要看他们就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你没有讲话就是可以哦。那我先放哦。好，老大，谢谢你哦，谢谢谢谢。塔内的方位当然可以挑，土葬也是可以啊。想要单人房或是双人房都有，坐向也都可以选择。你想要从1楼参观到顶楼啊？好啊，当然可以，没问题。那我们这边请。纸钱，妈妈有没有收到？是没有人来投诉说没收到啦。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，妈妈一定感受得到。阿姨，很热哎，好热！阿姨，你看，阿姨，你看，阿姨，你看什么？他真的很热。为什么他不讲话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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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就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香菜味3啦，点啦，嘿，麻烦出来了，做唔定意啊，做唔定意，好啊，掀起出来。
较尊重着好无？也比迄中太弟的所在呢。尊重啊！伊连爱也去做啊，白发就唔通的尊重嘛个啊！今日啊哈，伫个老伊个出茶坊个还没收不太弟，通了无？按摩汗了，好啊！甲相车位人来讲啊，我嫌起来看精神科去200就无了，迄嘛个意思啊？啊？按摩汗，骗你唔对哦，按摩汗嘛个啊！慢我让你出来，上啦！爸，你整件东毛汗，你干哪做啦？穿迄种嘛该喏。老师让我讲，去精神科医生，一看1000遍、10000遍没冇用，中医还很难明。不过，你会做嘛该？你做嘛该？你会结婚？哦，要要结婚，我青岛就做在做到案的。还是，我现在做的事情，做的本量的无话没生你。一些完毕，要比看医生更加重要。还是，如果罐头饮料啊，如果是饮料啊。天真，今天真热，是游泳的好天气哦。10分17块啊，这样。有鸟的啦，要不然伊唔只天发，我该很勇的啊！我真的要报警，告他遗弃。这个邓家会害啦，冇事啦，啊？你老高是鱼友，先注意。啊，朋友啊，条家小富太弟嘅现场又来看过啊，目少，正经做得多好。对啊，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妈妈？你问门口那个漂亮姐姐，问她。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妈妈？对啊，什么时候才可以？吃饱就可以看妈咪喽。好乖哦。加油！吃饭。啊，有鸡块耶！啊，鸡块好好吃哦，鸡块可以。Lucky， 妈咪睡着了，而且你看，麦小叔叔把妈咪画得好漂亮哦。你有没有看过《睡美人》？你看妈咪，她现在就变成睡美人了，她现在睡得好舒服哦。我们不要吵醒她。我可以摸妈咪吗？可以哦，但要先戴手套，而且要蹲。妈咪不会起床，但你放心好了，妈咪虽然睡着了，但是她的心哦跑去旅行了。那跟阿公一样吗？跟阿公一起去天堂玩吗？对呀，他们约在天堂一起玩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天堂有个老板叫阿飘，他超好玩的，他玩得很开心。爸比说今天赶路回来了，晚上跟我们一起，好不好？哈，这样江城哥好开心哦，因为晚上就有人可以抱着睡觉了耶，开心吗 ，Rocky？ 开心叫神哥。很好，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江神哥家里面有一个姐姐，她很会煮饭跟变魔术，而且她煮的饭超级好吃哎。
你们晚上回去啊，就吃饱饭，然后睡觉，明天就可以看到爸爸了。做嘛该啦？我吓死你呢！来啦，莫尼希啦，来录养。啊？撸养啊？有没有撸过营啊？嘛个出无准备，安怎来去露营啊？我有准备啊，好多安用啊？足多人有同好呢。对哦，我们的制服最适合露营了，西式排汗，延展性又好。这田工你还要上班啊？俺抓你啊，才不会迟到嘛，是不是？来，进去。那你懂乖啊？那也不会乖啦，来，坐好，心情不好不是吗？去露营就对了。我啊，还有，坐好。出发。你们乖哈，不要害怕，不要看姐姐现在这个样子，其实她很厉害，她等一下就会变魔术，把整个房间清干净，知不知道？知道，加成功。干得好 ，Rocky！ 保护公主去洗澡，走。正规很用的啦，本主会送神哦。哇，江水运动给我整理。哦，来，老师你的sản婦洗晒，永遠都是做一些卡後車本太假車啦，老師你是都以不可用誒，好嘛？上剛來哦，他身體邊都不能隻鼻涕，該這樣靠你一下啦。哎，有你不卡，有东都是某州。聽講你嘅股票市啊，又係忙準備好。相信這些年啊，又唔止股多牛誒。你啊，數據一無先好，嘅無福今天嘅阿爸打電話來，我唔係傻。哎呀，我跟公司借了2個大體袋啊，要是被發現了怎麼辦啊？可是我又覺得大體袋又保暖又防風又防雨的，挺好用的啊。那公案多啊，有你應公發啊，這個上嘛嘅。我這個小兩位有水有蟲的腳。有懂到神呢，你做嘛硬公反的事情啊？你会带我来不用怂的吗？我公方案太上，你会唐虫的一个公公。哎用就錯咧，挨低我就不用恐嘅。你贏了。不過水那種台。真的很不浪漫呢。你就來咧，來，自己說完馬上就忘了。來，你阿媽個就唔識想唔識講。躺下。不要皺眉頭，不要皺眉頭，放輕鬆點。
带因来掠，你上爱本伊讲，天公伊个事情，天公伊怎讲啦？感受当下就好了。上下，莫眼镜，停下来，点一年间。你这个角度看起来好像花轮哦。好像有人这么说过。好多星星哦。好多星星哦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你这个流氓，你给我过来！你过来！我打你！我非打死你不可！你这个凶手！我女儿好好的嫁给你，你凭什么要这样子？就是今年你从来没有让他过好日子啊！我又等那么久才工作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这个不争气的家伙！你去死！你去死！你去死！我打死你！哎，我要跟你拼了命！我打死你！哎呀，去死！我说爸爸工作很辛苦。坏东西，混蛋东西！我告诉你啊，哎，我告诉你，阿慧的事情我来决定，你们都不要管。我老婆事情我把她办得风光了，花多少钱我都不在乎。听到没有？你儿子讲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对啊，你很浪费。妈咪说你赚钱很辛苦，所以不能乱花钱。于先生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考量，但是我觉得小朋友说的也没错啊。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站在阿慧姐的角度想？为什么修冷气不带工具来修？是在修个屁冷气啊！这个公司都快热到着火了，热死我！史太凤，那个于妈妈，我们会以中低收入户的方式处理。申请补助的表格我放你桌上了。太凤，你要不要来赞助当司仪啊？听说大鱼小鱼都很喜欢你。我没空也没关系啦，不用勉强。我现在热的想杀人，不要再跟我说什么死小孩！好像你昨天赞助了。你会赞助哪个？拖地啊？拖你头啦！我还讲乐队啦，那一3年乐队先吃用，做得发，那就做得多存钱，去送营养考啦。送给妈妈的。对啊。那你们要不要跳舞给妈妈看？要啊。要，跟妹妹一起跳好不好？妹妹要不要跟哥哥一起跳舞？
唱给妈妈看啊！跟妈妈说再见。好，啊，我起。好。那这是谁？妈妈，我会照顾妹妹，我已经长大了。妈妈，你放心去旅行，我长大会跟你一样漂亮。来，爸爸跟妈妈讲话。我总是像个孩子，做错很多事。我以为你会责备我，但是你没有，反而回应我。更多容忍、钟爱与保护，让我跟孩子能够在太阳下长大。我们不再哭泣，每当有微风吹拂，阳光照耀时，我知道是你在陪伴，也请容许我继续的不正经，因为我希望我一直能看到你的笑容。跟妈咪说一路好走，老婆，一路好走，谢谢。下一个仪式是老鹰抓小鸡。
谢谢，谢谢你，还有你们所有团队，谢谢。按不是要跟姐姐玩？冲啊！冲啊！你们两个小鬼，不要以为我们认识好第一步哦！大家上！会不会热啊？来。开始了！或许有些话不需要说明，还蛮开心的。好，我是小。放心去旅行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。缘老嘅廖阳氏，迄座本年高神情年，应梦嘅你咯。缘你无应该，你天公你去小你，无去演，只有睇嘅做本年。三毛迄前，原本年上好嘅美好，记着缘无注意到嘅幸福。意思咧，都无爱看到佢，好转嘞！我一看到佢，就想到我跟你走起来。阿姨，你好。我嘅事情嘿，你要不要分退不能收益语言？我带你转，来。莫讲，兄弟 ，I'm so sorry。吴议员他爸爸那个案子呢？由你们两组人负责，让吴议员能够满意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小恩姐跟胜哥默契那么好。阿爸，阿爸，恁早叫回来啊！我回来啊！什么啦，回来？带两个孙菜、苍菜、鲜拢回来啊！散发。